할렐루야.下午安息日大家平安。愿结束我们说也蛮内力常常住在我们里面。感谢主，早上我是在美山教会安息日。那下午是因为我们明华弟兄说我们成功教会要宣读会议。对我明华弟兄说那带我到延宾来聚会。感谢主，让我们还有机会又回到自己的家来赞美神、歌颂神。那下午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十字架下的3种人。我们平常灵会不会讲3种人。在灵会的时候不会讲。那平常都会讲耶稣怎么样因他来拯救我们。就是我们要了解当时的环境的时候，那十字架底下有3种不同的人。那我们了解之后原来耶稣基督不是很简单这样子带过去了。是很多的时候是为了我们的生命耶稣被钉十字架。我们一样在我们各家庭的环境之下，我们看看我们的周围到底我们的环境又是如何。那你的生活、你的信仰也就有所改变。我们看看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环境，那领导者他们是怎么样？好与坏。好的时候，我的生活一定会更好。带领的不好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困难。就像这个状况一样。也是在末世的时代。圣经告诉我们的，不法的事真多，爱心渐渐的冷淡。所以环境是信徒也好外邦人也好，我们遇到的环境就是好与坏这两个。当然我们为他们祷告，让我们的环境是更好。事实上魔鬼他不愿意这些人行好，所以不顺服神，我们就败在魔鬼的手下。那我们谈谈耶稣十字架这3种人。马可福音15章21节一直到41节。这里面是耶稣同钉十字架的有2个人。站在十字架下的人也很多。但我们大概要把它归纳成为3种人。所以马可福音第15章21节，那这里说有古利奈人西门、亚历山大和卢弗的父亲。
那从乡下来的时候，经过那个地方，他们就勉强叫他一起去，好背耶稣的十字架。耶稣本来是他个人的背十字架，他的身体被鞭打，耶稣身体没有办法支持。所以十字架的苦行呢很难担当。所以就有一个人呢帮他背那个十字架。他们把他带到哥哥他的地方。那这哥他意思就是鼓楼地。我第一次20几年，将近30年了，传道者到以色列去的时候，那哥哥他那时候还没有盖那个大房子，还是大石头。第二次去之后，结果那个地方都盖房子了。那个耶稣被钉的地方，他们就盖好大的地方，现在变成观光的地方。他们把耶稣的那个事迹做观光来赚钱。可是那鼓楼地为当时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都是石头。所以耶稣背着十字架走那条山，你想他担当得起吗？知道约翰马可福音的15章的23节这里面，23节说那时候兵丁是拿药调和那个酒给耶稣，就是拿药调和，也就是那个醋让主耶稣去喝。主耶稣没有去尝，主耶稣不喝了，让他们一直要让耶稣去喝，所以他钉在十字架上。那么那些很多人就研究这个分了耶稣的衣服，看你拿多少是你的就一个。所以当时把主耶稣这样侮辱到这样子，所以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么那时候是世出就是早上9点到的时刻，那么要被钉在这个十字架上，然后上面写的罪状，那个他头顶上一个板子，就写犹太人的王，他们认为耶稣是犹太人的王，然后2个强盗呢在他旁边，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这2个强盗与主耶稣一起重钉在那个十字架上，所以圣经应验了这些话。耶稣被列在罪人当中，耶稣没有罪啊，他怎么跟2个强盗的中间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圣经一早就预言了，所以从那里经过的就都骂耶稣了，他在摇摇头，他们声称一个嗨的声音，就是你说你拆毁圣殿3天后可以重建圣殿，你拆毁圣殿，拆掉，把它3天呢
你会建造起来。接着央非主耶稣讲的那句话，拆毁圣殿是他的身体为说明的。也就是说3天之后就3天复活了。耶稣身体成为圣殿。我们看那个央非里面主耶稣讲的话，央非的第3章，第2章的第20节。央非第2章的20节。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内就能够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说这话以他的身体为殿啊，所以那时候主耶稣来到圣殿的时候，变成圣殿做买卖的地方。所以主耶稣很生气了。就拿绳子当着鞭把那些牛羊赶走。兑换以前的桌子把它翻倒。卖鸽子的也是一样。所以主耶稣说他说我的店怎么可以做买卖的地方呢？所以是很生气。门徒就想到主耶稣的事情就是在旧约已经记载了。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所以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也讲说，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所以耶稣讲的跟保罗所讲的完全是一样的。但是这些人就摇摇头啊。你不是说被拆毁以后3天之后又可以重建了吗？你可以救自己，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所以众人说你自己下来啊。所以很多祭司文士也是这样戏弄的主耶稣。马太福音27章里面，主耶稣这个被钉十字架不是罗马兵定他们的，而是祭司还有那些文士那些犹太的把耶稣钉十字架。所以当时的祭司长跟那些文士这样说，他就可以救别人，不能救自己。这主耶稣他的工作是拯救在罪中的世人，用他自己的身体来拯救，还告诉我们。但是当时的那些祭司文士不了解，所以他们就说以色列的王，你看他从这个十字架上下来，你下来了我就相信了。就在一起同钉十字架的那2个人，对，其中一个也讥笑耶稣其中一个人讥笑他说叫耶稣说你下来可以以后来可以救我们的。这一直到下午3点，生出就是下午3点左右，这遍地变黑暗。哇，到生出那个3点的时间，那耶稣就大声喊的时候，以罗以以罗以拉玛撒巴格达尼。这意思什么意思呢？以罗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
拉玛沙巴哥大尼就是为什么要离弃我？那里是个不少啊，这上面是以色列人的话，那翻出来是我的神，为什么要离弃我？我说沙巴呢？我们这个在我那那对，把这个好好的搞一个搞上。这个很清楚在告诉我们。到末后的时候，我们现在不努力我们的信仰，我们受到审判的时候，就是审判啊，你不能得救，那你就像耶稣讲的一样，我的神，为什么要离弃我？在这个是最痛苦的一刻，尤其现今的时代啊，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如果我们再不悔改，到时候我们跟耶稣一样，我在等，他说你叫不起来的，因为已经定了。所以我们要趁着现在的时刻，我们要把握机会，聚会也好，安息日也好，彼此的团契也好，我们不可忽略。不要说哎呀，我不要参加今天的安息日。平常有时候我们这次过年看29号。好在不是星期六了还好啦，你就在办嘛。所以一到星期六的时候，有时候有的人不参加，就是故意不来聚会，这神也要陶醉的。所以主要是要跟你算账。所以旁边的人听到一漏一的时候，他们听着好像说以利亚的感觉，但他就叫以利亚，所以他们看到这个状况之下，他们就跑过去就拿醋要让耶稣尝一尝，看看以利亚真的是不是要来将他取下来，是不是一定要从十字架把耶稣用下来？没有，他们以为不是以利亚，所以我的神，所以那些人误解了他耶稣所说的话。我们今天很多信徒误解道理所以不努力，不这个认真不用心不热心这样子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我要再次悔改，我先悔改下来。来不及了，所以就很像那个马太24章里面所讲的一样。马太24章这里面就是特别讲到以色列人到底什么事情发生呢？那我们可以看到24章24章特别从这17节到19节这段在17节，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18节，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洗衣裳；19节，当那些日子怀孕的男孩子有祸了。这里讲到这个大灾难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地方很清楚在告诉我们16节说，当时在犹太人的时候，应当逃到山上。其实这个山上是讲教会，是圣山一大堆的圣山圣山谁呀？就是神的教会。
要赶快跑到那里去，幕后的更多的要跑到神的圣山去。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这个神的圣山真耶稣教会。但是按照马太福音7章21节，不是说主啊主啊我就可以得救了。里面的不多是，也就是说，我们这么多信徒，还有的没办法得救。为什么21节后半段？唯独遵行天父旨一个才能有亲戚。我们今天有很多信徒软弱，都不改变自己。都不改变自己，跟外邦人一样。正有的教会现在真的那个教会整个来讲都很难很难恢复了这种感觉啊。都没有改变自己，跟外邦人一样。你想说这个17节就在讲了。17节说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房子上面的屋顶的，屋顶啊，你不要下到里面去拿东西啊。当时的时代，犹太人的房子是平顶的，所以他们就跟在房顶上，看到敌人来了，想要进到房子里面。那么在算时间就来不及了，出来来不及了，这敌人已经在门口了，所以这里面很清楚，不要下来拿东西啊。什么东西呢？很清楚，你说刚才讲的，只是说我还没有圣灵呢，我还没有宝贝圣灵呢，我先祷告了。我心还没改变，等改变好。不要，已经来不及了。是我现在信主，现在这个时候就是留给我们悔改的时间。我们要逃到圣山去。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拿衣裳，在田里。在田里呢，我在田里工作，敌人来了，我先拿回去先拿衣服，所以来不及了。你在这个世界生活，你说啊，主耶稣来了，你平常都不来聚会，平常不祷告，回去衣裳就是行为，衣裳就是行为。对你的行为不好，你想要说那个等你进到房子里面去拿你的衣裳，改变不了，所以你没有好行为，你也一样不能得救了。那19节就讲到那些怀孕的、生奶的。这雅各书里面就记载了。我们去看雅各书啊，雅各书里面所记载的是什么？告诉我们说，那个罪如同怀孕一样。到了10个月之后怀胎。那出来是什么？孩子出现了，也就是说你的罪出来了，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这吃奶的也好，怀孕的也好，都遇到灾难了。雅各书第1章14节，跟15节啊。失忆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就成长，就生出死来。所以说失忆啊，你说失忆就是我们的心思来想的一切事情。我说你的贪心，你的一生罪恶临到你身上，很像怀胎一样。
等到10个月以后，在肚子很清楚看到一个小孩子要生出来。你的思意如果像这个一样的时候，那么既然这个罪就成长就生出这个死来，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就有这种状况，所以很清楚在告诉我们啊，所以接着耶稣大声喊叫的时候，那么气就断了。在约翰福音19章30节，这边记得比较清楚，我们看看约翰福音19章看到30节，耶稣尝的那处就说成了，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所以这里就是说尝了那处之后，尝了那处那么说成了，他说成了，也就是说他救人的经纶已经完成了。拯救世人的工作是完成了，所以他就低下头就断气了，然后将灵魂交付于神。这是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是为了我们世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那么圣殿的幔子，那有幔子在至圣所里面是至圣所，外面是一般的圣所。至圣所是有大祭司在里面。像我们以前的祷告室一样。以前都有，现在都没有祷告室了。所以那个至圣所的以前的祷告室是这样，有这种想法。所以结果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裂成2半。这所以很清楚的就是说主耶稣断气的那个时刻。断气的时候，这时候一个百夫长看见这件事情，他就大声喊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这个百夫长很清楚的认识。还有那些众妇女跟随耶稣到十字架那边的，里面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小雅各耶西亚的母亲玛利亚，跟耶稣的这个母亲那叫做义母所以他也在那个时刻，跟随的人很多。那些妇女看见这里面已经有3种人在里面了。这3种人我们来分析看看。第一种人是害主耶稣的人，这呢就是大祭司、文士跟一般的百姓，站在十字架面前攻击主耶稣的人，怒骂耶稣的人。所以他们有曲解就把主耶稣讲的意思曲解了改变了。现在是一样，现在也是一样。真理在哪里？真理在哪里？真理在真耶稣教会。从民国6年1917年，一直到现在，真耶稣的道理是没有改变。我们的洗礼，大水洗礼，
大水在大水溪啊，在河是到海里受洗，这是我们真耶稣教的真理，是不变的真理，是与得救有关系的道理。一般的教会就不一样，他攻击我们。他们怎么说？后面在非洲没有水的地方要怎么去洗礼？还是点水里比较可以救人啊。这其实他们已经忽略了神的话，因为受洗赦罪是主耶稣亲自下到加利利海。所以让我们知道。主耶稣的道理是永远不变的。这些祭司、这些文士跟一些百姓，耶稣被被这个捉拿，被彼拉多审问的时候，那些人怎么说？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些人好像诗篇里面说，很像狗一样，这边叫，那么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也叫了。那狗叫，这边的狗在叫。那么那个狗不叫，不知道它在这里在叫什么。他不知道，现在他也叫了。所以那个就是所谓现在的公投。现在的公投。公投你根本不知道，就随便就陷害一个好人。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世代，所以他们虽然认识了耶稣，有一些人根本没有信心来相信。有的是苦待主耶稣的人。那种人是丧尽良心，非常不同情耶稣，反而增加主耶稣的痛苦。那个都叫马可福音的15章我们看马可福音的15章15章这里面就是从33节这一段，33节，从早上一直到下午3点的时候，天地黑暗，也到3点的时候，耶稣大声喊说：“以罗伊，拉玛撒巴的山。”所以我的神为什么要离弃我？那当时我解着旁边的人站着，有人听说，看了，他是叫以利亚。所以有人跑过去就等看，是不是以利亚来了？去看看以利亚有没有下来。这些人是丧尽的良心。所以现在的人，他们不信真理。那我们基督徒要如何去站在真理上？所以我们看到约翰19章的31到34节。那时候耶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两边有2个强盗。按照犹太人的习惯，这个星期六不能活人留在十字架上。这钉钉就来看看这3个人是不是还活着。看到耶稣已经断气了，所以就没有把耶稣的脚骨打断了。那2个钉钉就被打。所以任何
诗篇里面所记载的，那说这些是好的。主耶稣的一根骨头都没有被打断。我看你什么？我还好只是那个19章里面说，冰天把耶稣的肉膀。这就是好的。sabte anu pinting lah orang bagi sampai。主耶稣冰天打耶稣的肉膀。那是好。tutukannya好，bagi sama。就流出血跟水。那这个水跟这个血是非常重要。赦罪的前言。好，靠着耶稣的宝血。所以我们今天受洗，也就是约翰一书里面所记载的。我们来看约翰一书所告诉我们的第5章。约翰一书第5章。我们从第5节一直看到第9节。第5节，胜过世界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6节，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用水又用血实解，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是有3，就是圣灵、水与血这3样都不一。这里很清楚在告诉我们，流出的那个宝血跟这个水原来是赎罪的。这主耶稣如果他没有流出他的宝血来，我们今天的罪没有办法赦罪。罗马书里面记载说，人为什么会死？因为有罪。这个罪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我们常常在洗礼的时候，看到宝血在洗礼场，不管在水沟也好，或是在海边也好，都有耶稣基督的宝血赎罪。所以我们希伯来16章的第4节在这里在告诉我们，6章第4节，说路当那已经蒙了光照，掌作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就是我们已经得到了这种从神来的恩典。也尝过主耶稣的滋味的人，也就是我们得到从耶稣里面的恩典，觉悟已经觉悟了，来到世界上的人。所以第6章6节这样说：如果离弃我们如果离弃了真道，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了耶稣。所以我们受洗以后不能再离开真耶稣教会。所以有的人呢故意的犯罪，那很可惜的所以你把耶稣重定十字架，耶稣只有一次被钉在十字架，也就是说第一次呢他要被定流出宝血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他是驾云降临来到地上，然后众天子吹号，那复活，死了就复活了，在空中耶稣相遇，再来最后的审判。所以我们不能离弃真理，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个，那受感动的人，感动是谁呢？
就是那百夫长感动。哦，这个我看路加福音23章46啊，哎呦。好，我们看到48节。具体观看的众人见了啊，这所成就的事情，捶胸回去。那么有第二种人，就是那些众人汲取的。那些人看到那些事情的话，哇，真的是他们所看到的跟听的完全不太一样。耶稣流出宝血来。这样成全了救赎的工作。所以那个第三种呢，众人看见了，我这个事情完成了，捶胸回家。他是真神，他是神的儿子，我们要靠他才能够得救。所以那些百夫长也好，众人也好，都受感动。所以对于我们现在还没有信主的，还是正在慕道的，要把握机会，相信真正耶稣基督。但是现在很多人啊，有的相信，也很多人不相信。最近呢，有感谢主，登陆家传道。他在算注目在美和啦、大峡啦、石川啦。他就跟我们分享说，那个地方就是福音的一个很好的工厂。福音的工厂。因为事实上是真的是这样。所以我是说，如果有家庭聚会，或者说跟慕道者福音的工作，那我需要邀请我们这些退休的。所以他是回来马上就有很多的慕道班啊，他自己的区啊。所以我总觉得说，一个人要用心去做，就有更多的慕道。所以要把握这个机会，因为这个机会一过去了就没有了。还有我们要被圣灵所感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9节。那这个就是不要圣灵的感动的时候，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现在很多信徒很享受福音工作，但是他的工作很可惜我们先看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第19节。19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里讲到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常常会受到这种阻碍。我们很想做福音的工作，但是以后就来阻挡。一定要说要照他的规矩来。其实圣经随时告诉我们，边走边传比如说我们台总有在100年的时候一人带一人那这个福音工作一定要更多的人出去工作你怎么告诉怎么能说是把消灭个人对神领受的恩典呢？除非说他讲的是不对的道理，他讲的道理不对。或者他领受的圣灵是错误的。之外，应该是说正确的支持要为他祷告。我常常就回想到，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
上次在田鼠中跟那个神学生也跟他们提到。我说马太福音24章里面这一句很重要的经节。那这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很多人都不信。马太福音24章的14节。马太福音24章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那这个是主耶稣排好的顺序。因为从第3节开始就是1、2、3很清楚的数字了。那当然7节、8节、9节就讲到说这个战争的事情。其实我们一直在怕说将来的世界第3次世界大战在台湾，那不可能。那战争没有说会有，不会在我们这边做开始。按照圣经是，哈米奇多顿不在这个地方，是在以色列的地方。怎么会在台湾呢？这不用怕，我们要为我们国家祷告求主耶稣怜悯施恩。有灾难临到，这必须经过的，但最后的时候，就是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所以我们遇到很多的灾难，但是这传福音的工作，主耶稣没有说你们放下来，因为灾难。没有，所以是没有这样讲。所以14节之后才接到22节又这个那个叫做那个将来有世界的大灾难，空前绝后的大灾难。再来很多的迷惑。24节就说有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啊！显大神迹很大，大到你真的你要相信，不相信耶稣了啦！大神迹、大启示了。这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可想象中的大。像我们现在信耶稣，我们真耶稣教好像神奇其实都没有出现。有我们得圣灵其实最大的神迹。但是我们又不信啊，我们就相信外面的大神迹啊，医病赶鬼的神迹啊，医病赶鬼的神迹啊。那这个上次不在这边讲过，就是林政伟他去韩国的时候，那他就问那些韩国的传道，他说这边有一个机会，有2万个信徒在聚会。原来是在一个岛，好像是外教会的一个聚会。在那个韩国的传道就带林章我就去了。而且太多人了，你看不到那个传道人在前面，牧师的，好像他有投影的，看到可以拉得很近。所以一看到那他行神迹很清楚。有那个神迹，第一个是一个男的，他的脚一长一短。在这个影像里面看得很清楚啊。那个牧师就在那边叫他祷告。结果那个短的脚一长短嘛，一样长啊。大神迹啊！你不信也得信啊。哇，这个原来大神迹就是这样。
你不得不信他。他就乳癌的。啊，所以那个就摸他的胸部。他就一起个手就伸在里面，把那个癌拿出来，乳癌了。他就说这个乳癌在这边，他的胸部会恢复了。你不信的也得信了。大神迹大启示。所以信主有很多很久病人都不会好的，你看到了一定说不要信那个讲。所以圣经就讲了说26节，若有人对你们说，OK， 那大神迹好，那个24节下半段，如果有假先知就起来了。显大神迹大启示。如果真的显出这种神迹的话，连显明也被迷惑了。所以我们信主又被迷惑了。因为这神迹已经没有在我们生命之下。不是没有。免费灵会救人的时候，你就大声去出现。所以我们想一想啊，所以末世的时代，所以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第三个啊。第三个是这个是跟主的人，跟随耶稣。第一个就是主耶稣的肉身的母亲。跟随耶稣，这也是很重要的信息啊。那19章啊，这样会19章25节。19章25节。这里面是主耶稣这边讲到说主耶稣的母亲还有姐妹好几个玛利亚都在这里。26节说耶稣看见母亲，就对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对他说：“看你的母亲啊。”其实他不是他的孩子约翰不是玛利亚的孩子，是门徒，是主耶稣的门徒。但是主耶稣说：“看你的母亲。”这是跟随耶稣的人。所以这些妈妈们，母亲节的时候，那个母亲的自己的孩子对了什么都不知道，是别人的孩子。在属灵里面，我们都是主内一家人。是我们的母亲啊。所以这个主要是很清楚交代啊。对于母亲，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所以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主耶稣交代这个妈妈呢，主耶稣也对妈妈讲了。看你的儿子啊，这两个相对的26节跟27节。所以到最后，那个约翰把玛利亚接到以弗所教会去了。那之后，约翰在巴木海岛受到那时候的被关在巴木海岛。就是来在那边写了启示录了。所以主耶稣所爱的那么跟随耶稣的，那主耶稣就交代，让他们能够在这里得到恩典所以19章25、26这两节，就有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被称为其他的玛利亚，莫大拉的玛利亚，这些都是跟随主的人，还有主耶稣的门徒约翰，这些
这些都是跟随主的人，真正看到耶稣基督的人，还有很熟悉耶稣的人。所以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虽然我们不是在肉体上是一个妈妈生的，但是我们属灵的，在奉耶稣基督的受洗的人，那个都是跟从主的人，那么神才要与我们同在。尤其是我们看启示录14章的第4节，启示录14章的第4节。14章我们看到第4节，这些人为神三郎妇女，他们原是同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手的果子，与神和羔羊。那第4节是讲到14万4千个人。第4节讲到14万4千个人，是那些是为单男就是这些妇女是圣洁的妇女，因为他们都是同生同女，他们是同女，你不知道？所以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耶稣基督到哪里去，他们这只羊也跟随耶稣。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很像出熟的果子一样，要以神和羔羊的人。所以很清楚地告诉我们，14万4千人是得救的一个数字，完全的意思，很完全的意思。从地上买来的。他们就像主耶稣生复活。那以后我们是后面来跟着来出手复活的人。所以这些得救的人是跟耶稣基督这个羔羊是一样的。所以我想想看，在十字架下的这3种人，这很清楚在告诉我们。所以求主耶稣帮助那我们最后当如何去行呢？希伯来书3章14节。希伯来书3章14节。我们若将起初切实的信心坚持到底，我们要起初的切实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耶稣里有份。我们起初的信心是怎么样？我们不可以改变。不要因为环境在变，我们就变了。这时代在变了，我们就变了。所以信仰是永远不变的。所以说，那这里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信心要坚持到底。以前怎么样，现在也是一样。以前还有信心，现在就失去信心是不对的。如果我们以前信心一直坚持到现在，它的好处就是在基督里面有份。什么叫做份？像洗脚礼一样，洗脚礼。耶稣就一个门徒洗脚。然后一到彼得的时候，彼得说不可洗我的脚。那主耶稣就讲了，如果我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我跟随耶稣本来就是要跟他有关系呀。结果我不洗脚，我跟你无关啊。
天国的福分了就没有了，跟这个一样啊。这个很可惜，就是我们信心、信仰坚持到最后，才能够与基督有份，才能够常常跟耶稣基督在一起，便在天国与耶稣享受天国的福气。这愿耶稣的恩典啊，常与我们同在。所以想一想十字架下的3种人啊，我们有时候有空可以慢慢再看一次。那我们就发觉到我们要如何去做，要怎么样去跟随耶稣，如何跟随耶稣？那里面很清楚在告诉你。那下午我们的聚会就讲到这里了。愿主的恩典常常与我们同在。唱诗49首，49首。